水星逆行結束，放下期盼與執着，破碎後重新出發。緊接着雙魚座新月掀起了情緒的激盪過後，水星也在雙魚座回復順行，帶領我們緩緩走出令人失足的雙魚迷霧。水星逆行在雙魚座，可說是令人最喪失理性的組合。過去一段時期裡，你可能經歷到搞不清楚眼前問題的脈絡，無從入手而方寸大亂，某些觀念被粉碎，需要以新的想法才能夠走下去。因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而感到幻滅，想要逃避這一切打擊，以為要犧牲自我才可以成全某種結果。水逆在雙魚座的日子會令情感管道大開，感性如同洪水般淹沒理性。那段時期特別的敏感，特別的脆弱，原本理所當然發生的事情也能驚動淚腺，令人陷入低落絕望的深谷。水逆期間，早前雙魚座新月令累積的情緒一湧而出，但我們從中學懂放下幻象與幻想，也放下對完美的期盼與執着。隨着水星回復順行，那些糾結難解的困惑儘管未即時鬆綁，但至少不再被泛濫的情緒所曲解或加劇。雖然水星逆行結束，但水星尚有一段日子才離開雙魚座，令我們在未來一段時期仍會迷迷糊糊的，未能清晰地看見出口。但正是跌跌撞撞的經歷過，才會在名為生命的旅途上體驗那麼多。